過，就算買咗樓做咗業主，竟然仲有機會要合法地開門迎客，任由行山客踩入你花園，你想無理趕走佢哋 ？No， 分分鐘係你違法。到底點解？事實上，英格蘭同威爾斯有啲私人花園，正正潛伏住一條公共步道 （public right of way），行山客可以合法借路橫過。你唔單止唔可以圍封落閘，甚至放個私人種地唔准過路嘅牌，都隨時犯法。反觀香港，度度都貼私人地方，內有惡犬，兩地對比真係極大。不過放心，行山客都只限行喺特定步道範圍，唔可以亂踩你私人草地。除咗借路，英國仲有一種極奇特嘅歷史包袱，叫 chancel repair liability， 教堂維修責任。如果你買中某啲特定地段嘅屋，你就有法律責任幫當地中世紀教堂夾錢維修。曾經有業主真係收過近20萬英鎊嘅維修賬單，執個教堂個頂就冇咗個香港上車本首期。呢啲幾百年歷史嘅怪契約到今日依然有效。除咗呢啲，英國樓契 Title Register 入面仲藏住好多限制性條款 Restrictive Covenants， 荒謬程度直逼搞笑片。Brighton 有屋契寫明唔准以淫穢不雅嘅方式晾衫，晾條底褲都心驚驚。Swindon 一帶明文禁止養豬同白鴿，仲有啲地契直頭禁止喺屋企拉小提琴或者吹小號。呢啲契約唔會因為年代久遠而自動無效，所以講到尾，買樓前嘅 conveyancing searches 同睇 title register 真係重要過睇裝修。仲有一樣好多人忽略嘅就係花園有冇植物殺手 Japanese knotweed。2026年研究指出，全英有大約7%房屋中招，一經發現，層樓隨時大幅跌價，甚至連銀行按揭都撳唔到。買英國物業好多時真係買埋佢成段歷史。你哋有聽過或者見過啲咩怪砌？歡迎喺下面留言